告 start 的各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琴。副总统，副总统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花莲。我听讲各位拢是非常厉害的广告人才，这摆我决定要委托大家拍一支影片，爱甲大家讲花莲会当安那佚佗。人来就好，三饭。加水。长沙烤送来，辛苦辛苦。哇，这是总统府吗？Oh my god！ 拜六暗时8点，公司第2台广告 start。